快閘嘅馬有呢隻輝煌精英啊，外邊少少嘅，中間上嚟有鑽石星空同埋竹園啊，包裝天象響中外檔亦都衝緊啊，馬林中間穩位入邊有壯志凌雲啊，出邊追有舉步新風啊，外邊有環少啦，大外檔係球星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透出嘅馬係竹園啊，咁啊見到中間位置包裝天象，先入邊追，開心寶寶啊，出邊位置坐舉步新風，接近終點啦，竹園贏出呢場香港經典1哩賽啊，咁啊中段呢，就慢慢已經係透出咗㗎啦。長途仍無題踏書，4班1000追晒書。康明察覺心強武斷，又再衝出多步立港園。凌晨連忙上驗血，每朝必須跑數圈。雖說每張淡然漸進步，邁向經典始終好高遠。4歲開黑馬捉魚，輕輕一邊，然後提升漸遠，過晒壘溝，造就了孫論元，擺託潘狗，換馬出征，經典點算？4歲碰黑馬捉魚，跑經典般，誰料宏勝算，針針殺上，大為老斬立拳，在戰打比，奉上衷心，祝福千處。隔晚開飛，實買 Win Pay，3關7處。